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叫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叫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Holy Holy， 何等的荣美，如此的尊贵，叫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他想6下。还好我们有练一下。G P 对，先弹这个，后弹这个，女生 A， 男生。释放，加盐的看见，叫那生知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站立起来，一起来赞美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拍手来赞美他，他是我们的喜乐泉源。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使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是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先说，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现在一起跟前后左右说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赞美主。好久不见的黄信哦，我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使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是不会改变。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谁高举他？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的宝血，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再一次高举他的名，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是的主，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再次高举他的生命，我们要高举你生命，哈利路亚，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来欢迎他，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张开口，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将掌声献给爱我们的主。他是光明，他照在黑暗里，因为他的怜悯显明他的旨意。哈利路亚！我们大家一起来唱：主，你的爱降临，你牺牲自己拯救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哈利路亚！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能够站在这里赞美他。让我们一起敞开我们的心，一起来歌颂赞美他。主，你是光明。哈利路亚！主，你是光明。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却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
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让我们再从头来唱一次，主你是光明，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我们大声来说，主你赐我们生命，主赐我生命，恩典和真理，恩典与真理，身为神儿女，我们要活出他的心意，活出他的旨意，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哈利路亚！我们一起高举双手来赞美他，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都来赞美，全地赞美归我王。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主你的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救主降临，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坠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弟兄姐妹，我们现在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安静自己的心，我们自己来对爱我们的主来说话，跟他说：主耶稣，我们今天站立在你面前，我们赞美你，敬拜你，你的
的圣洁是永不改变的。我们要来口里承认，心里相信，主你是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要谦卑在你的面前。你的圣洁永不改变，此刻我来见你容面，承认你是我所有一切，屈膝谦卑。此刻列国都要看见，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我们一起来呼求 Holy， 何等的柔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此刻列国都要看见，此刻列国都要看见，世界因你爱被挽回，在恩典之下，我仍敬畏。何等伟大，配得赞美。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何等的柔美，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我们一起敞开我们心，张开我们的口，我们来说：圣洁，圣洁，主你是圣洁，你是荣美的，你是如此珍贵的。当我们每一个人敬畏，我们会得到智慧。主你就是那真理，主你是那恩典。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自己献上，我们来开口祷告。不论是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我们都将我们自己交托在主的手中，因为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所有的一切。Holy, Holy， 何等的圣洁，我们要敬畏，主我要敬畏，你的一切充满我心，你就是我唯一的真理。Holy, Holy， 哈利路亚，何等的柔美，他是如此的尊贵，当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Holy,
我敬畏，就得着智慧。这一刻我只想专心跟随。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我们是何等的不配能够站在这里敬拜你、赞美你，但在你的恩典之下，你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开口来赞美你。愿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将我们的全人、全心、全意摆上，承认只有你是我们唯一的神，你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这一生要背负起十字架来走你的路，不论是在学校、职场上，在未来的每一天里，主，我们要活出你的样式，我们要诉说你的话语。谢谢你爱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谢谢你。愿你圣灵此刻充满在这里，让我们每个人都敞开心来聆听你的话语，走入我们的心里面，成为我们人生路上最重要的帮助。谢谢你，主耶稣，我们很爱你，谢谢你，哈利路亚。我们将我们每个人祷告献上在你的面前，这样子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依旧站立，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做信仰告白。一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虑，由童贞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奉献，我们请当值的同工。我们一起来做奉献的祷告。慈悲爱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来聆听你的教诲。主啊，我们是何等的欢喜！透过上礼拜的圣礼典，我们见证了你所拣选的弟兄姐妹归于你的名下，重生得救。我们满心感谢主，因为我们知道上帝就是光，得着这光的，必不会落入黑暗中；行走在死荫幽谷中，也必不遭害。因为上帝用他全能的圣手庇护着我们，这光是从心里点亮，永不熄灭，也指引我们走向永生的道路。也求主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能够互相扶持，一同迎接那主耶稣得胜的日子再来。到那日，我们必然挣脱朽坏的肉体和死亡的威胁，走向那新天新地，过得胜的生活。最后，让我们一起用主所教导的主祷文同声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好，报告，我来报告一下教会消息。大家可以来看周报。第一点，小会任命2023年年度的主日学校长是史凯华执事，青少年团契辅导是翁定信弟兄跟林子瑜姐妹。第二点，长执会报告，我们接纳并安排新竹中会以马内利教会连养明牧师于下个主日来请安募款，请为他们建堂的经费需要关心奉献。本堂下半年圣餐奉献款将作为918花东震灾地震赈灾之用，会以宣教基金来支出。第三点，2023年度主日爱餐任线开跑，一个单位是3000元，每周开放2个单位，请各位兄姐踊跃参加，让我们在每个主日都能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灵魂兴盛。第四点，10月23号是音乐见证主日。将由建成乐团担纲2场礼拜的服事，请热情邀约福音亲友一同来见证主恩，经历福音。希望大家都能够邀约自己的朋友、同学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参加福音主日。肢体消息，第一点，陈秋玲姐妹的女儿陈思瑜于10月2号平安生产，我们恭喜他们。第二点，11月5号上午10点半会举行吴长老的女儿吴以佳姐妹跟于宗翰先生的结婚礼拜。为了方便新人预备回旅，请要参加的人请到1楼柜台登记。好，圣经我来念，记载在约翰3书1章1到4节。第1节，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就是我诚心所爱的。亲爱的兄弟啊，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有弟兄来证明你心里存的真理，正如你按真理而行，我就甚喜乐。我听见我的儿女们按真理而行，我的喜乐就没有比这个大的。讲到，我们请知梅牧师，今天要讲到的题目是接待耶稣的喜乐。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想前几个礼拜牧师有提过哈，就是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跟我们上帝的关系，就好像是一个谈恋爱，然后进入婚姻，要不断的继续在调整的一个过程。因为要讨好一个人，我们就必须要自我做一些调整跟牺牲，去迎合，尽量去迎合对方的喜欢这样子。那会有一些争执呢，就是通常会。就是往往是因为我们彼此对彼此的一些心意可能没办法理解，或者是觉得自己的付出没有得到认同跟接纳，所以我们可能就会有一些争执在那里面。但是如果要继续相爱，就要怎样？就要找出那个问题点。那找出问题点呢，然后再做调整，然后才能继续往前走。好，这是我们之前大概有1-2个礼拜都在谈这样子。那今天我们要来谈接待。接待跟朋友之间其实也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待客之道就是这么一回事。为了要让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呢，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客人喜欢什么，好，先了解他的喜好，然后呢，当然同时要想想我自己也能够端出什么东西，好，那只不过呢，在我们还不太熟悉的过程当中，偶尔是会踩到地雷啦，比如说前一阵。应该有好一阵子有一个广告，就是原本山海苔，可能做家长的，可能有看过这个广告，就可能现在不太看电视，因为网络太方便了。好，那原本山海苔的广告呢，就是好像带了一个风向，就是只要你去家里有小朋友，特别是他们家里有小朋友的不管是客人还是主人，看到这个原本山海苔就会觉得很开心，就不会踩雷，就感觉好像小孩子都会很喜欢。可是另外还有就是。现在糖果比如说我们接待客人，你要有带小孩子来，如果我们要预备糖果，那就不一定了。有些糖果可能家长不太爱让孩子吃糖果，特别是巧克力糖。好，那如果主人准备了很多糖果，那可能客人就会觉得很尴尬，到底我要不要拿糖果吃？就像最近我们在
长执会的时候也有提到说，那个圣诞老公公每年圣诞老公公出来不是到发糖果吗？好，然后我们就会说，糖果有的时候很难处理，有的小朋友家长不太让小朋友吃糖等等之类的这样。好，所以没有什么对错的问题，纯粹就是每一个家长的立场、原则不一样。好，那可能也是小朋友自己本身的问题。比如说，像昨天我们跟以家、宗翰吃饭，我们就知道，如果说我们要接待以家跟宗翰，家里绝对不能准备一种糖，叫做花生糖。因为他可能对花生过敏了，所以不能准备所以我们就觉得花生糖很好吃，但是我们不能准备花生糖，宗翰就会很尴尬。好，那我们主人可能也会很尴尬这样。好，所以在彼此不熟悉的情况下做接待，就容易出现一些尴尬的场面。但是如果为了能继续增进彼此的关系，我们就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都需要做调整。主人的调整就是我们做主人的不要太玻璃心啊。如果我们觉得好吃，我们一定会拿好吃的己之所欲，施之于人嘛。我们一定会拿自己好吃的来款待。可是当别人说这个我不能吃，那个我不敢吃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太玻璃心。我们也不要太玻璃心。主人呢要调整自己，不要太玻璃心。我们心要开阔一点。好，那客人呢？客人要怎么调整呢？客人也不用因为害怕主人受伤、丢凶这样子，然后明明不能吃、不敢吃或不喜欢吃的也不敢讲，我们还是要讲，因为其实接待客人、接待这件事情，宾主要尽欢，要继续的能够维系更好的情感，我们要诚实的说出我们的喜欢跟不喜欢。诚实说出来的好处是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认识彼此，在下一次在接待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就会更好、更紧密。我可以更懂你，你也可以更懂我。好，所以呢，既然接待朋友都是这样子，那接待耶稣那更是要这样子了。我们就必须要了解耶稣的喜欢，耶稣是喜欢什么？我们要明白耶稣他到底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通常我们对耶稣的了解会直接我们会翻4福音书，但是对耶稣的了解绝对不仅止于此。因为我们敬拜的圣父、圣子、圣灵三一上帝是连结密不可分的。我们在旧约圣经，或许有人讲说，牧师这个旧约圣经啊，好像都没有什么提到，几乎没有什么提到耶稣嘛。旧约圣经前面的篇幅39卷，那么多的篇幅，几乎都在讲上帝的怜悯跟全能。你有提到耶稣啊，那我怎么样了解耶稣呢？好，透过旧约圣经，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我们人性真的是没有办法满足上帝的喜欢。上帝所颁布的诫命律例，其实透过旧约圣经就可以知道，我们人性在这个部分是失败的。那也因此，我们更可以去很透彻的知道我们这样子的失败，但是耶稣就是因为我们人性上的失败，所以耶稣才是我们唯一的救赎跟盼望。我们也才知道耶稣的来到对我们来讲是多么的重要，我们多么需要他。好，我们多么需要他。那另外呢，好，跳过4福音书，再往后看《使徒行传》之后的，也就是我们这几个月以来一直在读的新约书信，好像也没有看到耶稣的身影。好，很少啦，很少，都比较多会，保罗比较多会谈复活的基督啊，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其实是很少，几乎没有什么在谈。但是虽然新约书信也没有什么在谈耶稣怎么说，耶稣怎么做，但是呢，圣灵在我们圣徒历代众圣徒当中，让我们都可以借着圣灵的感动，让我们透过新约书信可以明白耶稣的心意。因为新约就是在几乎是历世历代教会都会碰到的一些问题。透过新约书信，我们可以看见圣灵如何在他透过使徒，圣灵感动那些使徒，写下这些新约书信，写下这些在真理上的教导。从这个我们来发现耶稣的喜欢跟不喜欢。他让我们从历世历代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种、不同的种族，这么复杂多变的局势当中，我们看见圣灵如何带领众教会一步一步的坚定向着天父的心意迈进。
而这一切，当众教会圣灵感动众教会，带领众教会向着耶稣的心意，向着天父的心意迈进的时候，其实也回应了耶稣的祷告。耶稣祷告说：“愿主你的旨意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他愿上帝的旨意，愿天父的旨意能够成就在地上，如同在天上。这新约书信就是很实际的见证。见证什么？愿意顺服圣灵带领的人，就是在接待耶稣；愿意顺服上帝旨意的人，就是在接待耶稣。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也期盼自己可以按着耶稣的喜乐，按着耶稣的喜欢来接待他。但是有的时候真的会事与愿违啦。探究这个原因呢，大概是有2个原因可以这样，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够深，我们就会踩到耶稣的地雷。我们这样讲，或是我们对他有一些误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读圣经，往往我们没有办法读完整卷，或者是说我们有些比较喜欢，我们就读比较多；那有些真的是不喜欢或者看不懂、不了解，我们也不想去了解它，然后就这样子带过，然后就会有偏食。小孩子如果偏食，就会怎样？营养就比较不健全嘛，在发展上一定都多少就是会有一些，比如缺什么元素啦，什么什么之类的。所以现在什么综合维他命啊什么的，就是为了要补足这些偏食的现象。好，照理讲，一个正常的人其实是要摄取营养均衡的话，就是不要偏食。好，那我们对耶稣的认识不深，或者是对他有所误解，那就是我们对圣经有偏食的现象，以至于让我们会断章取义，然后就误解耶稣的意思，误解他的心意。还有一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个人的好恶会凌驾在耶稣的好恶之上。有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喜欢我们怎样，不喜欢我们怎么样，但是知道归知道，真的要做出来又是另外一回事。做不到啊，知道但是做不到。好，知道我知道你喜欢这个，但是我真的我做不到。或者是我知道你讨厌这个，但是因为我喜欢嘛，所以我就这样子去做。好，保罗也有这样子的困扰。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喜好会凌驾在耶稣的喜好。今天这封新约书信的收信人名叫该犹，我们可以请 PPT 放到那个经文的那个部分。我们前面有圣经，座位前面有圣经，大家也可以翻。我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犹，这个做长老就是约翰，就是这封书信的作者。写信的这个人，然后他写信给这个叫该犹的这个人。该犹呢，他是一位家庭教会的领袖。在当时新约就是第一世纪，好主后第一世纪，他们的教会不是像我们现在就是一间这样建筑物，然后呢有许多信主的人呢就可以聚集在这边，不是的。那个时候，因为还记得吗？我们在读希伯来书、彼得前后书的时候，知道那时候的教会，那时候基督徒受到很严重的迫害，他们在聚会的时候都要偷偷摸摸的，而且要熟悉的人，就有点像现在大陆的教会也是这样子。好，中国有的教会就是，牧师曾经听到有一个从中国那边过来受装备的，好，他是基督徒，他受神学的装备。他的分享说，他说，志梅姐，我在大陆那边很像老鼠就是躲在暗处，在那个水沟里这样偷偷跑，完全都不能摊在阳光下的。基督徒，正常的基督徒是不能被摊在阳光下的，会被抓。他们也不能互相嘘寒问暖。比如说伯彦也不能说他们家有心如啊，有可晴啊，不能讲，因为伯彦要保护心如跟可晴，因为如果他把心如可晴曝光了，可能心如可晴会一起被抓。所以他们礼拜之后就散，没有什么这种还要问这些，没有，不敢。他们不是不愿意，是他们不敢。好，在当时第一世纪的教会。前几世纪的教会其实都基督徒都受到很严重的迫害，他们只能在自己的家里偷偷的聚会。那顶多会邀请一些他们邻居、他们比较熟识的人，他们对真理也很渴慕的人，他们愿意接纳他们来
进到自己的教会，就是家庭教会，有点像我们现在讲的家庭礼拜啦。好，家庭礼拜，你们用家庭礼拜的概念来想，或许比较可以去理解。好，那家庭教会，那教会里没有驻堂的牧师啊，在那个时候，牧师、传道师很少，很少，不像我们现在几乎每个教会，几乎正常的教会都有牧师。好，有的教会他们的宣教师少，牧师多，僧少粥多的时候，就是僧多粥少，好，就是好教会很多，但是呢，牧师很少的时候，那牧师就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待太久，他就要四处去宣教。就是宣教师，我这个家庭，比如说我在幼书家待了1个礼拜，甚至1个月，好，教导真理差不多了，好，大致上该讲的差不多了，好，我就换到宇翔家，好，宇翔家这待1个月，然后就换到妹妹潘杰、婷一他们家待一待，然后跑到博彦他们家，好，类似这样子，就是这样子，就是游走各地的宣教师。那由于刚刚有讲到了。基督徒受到很大的迫害，那这个宣教师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会不会是假教师啊？好，我们在彼得前后书、在希伯来书也发现有假教师啊，就假的挂羊头卖狗肉，他就是要来赚外快的，或者是在讲一些根本跟真理违背真理的一些东西。那我们怎么判断？今天如果说又说我是一家之主，我怎么判断你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那个时候宣教师通常都会带着推荐信，也就是今天这封信，好，约翰3书，这是一封推荐信。这个他们要带着推荐信，就带着使徒的推荐信，或者是当时该地区一些众教会大家都认同的一些比较有名望的领袖所写的推荐信。好，然后佑书看到说，这是宇翔推荐的，那没问题，好，我接待他，类似这样的意思，好，那这个为了就是原则上呢，需要接待宣教师进来家庭教会的这样子一个情况呢，除了刚才会有一个引狼入室的风险之外，还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重担，就是你要接待他。刚才有讲了嘛，他可能在你家待一个月，可能好几个月也不一定，因为看你们家庭教会的成员的属灵的情况，好，这是没有一定的，短长不一定。总而言之呢，你接待这位宣教师到你们家来，他的吃住各方面，好，你就要另外再为预备。不只是这样子的接待，还要当他要前往下一家的时候，他旅途当中的需要，你也要为他准备。我们现在台北很近啦。好，住得很近，可能不觉得。如果今天宇翔家是住在高雄，好，从佑书家一个宣教师从佑书家走到高雄，而且还没有高铁，没有什么的，这个旅途当中的安排啊、食宿各方面，都要为这个宣教师预备。好，这是当时候整个教会的这样子的一个现况。那教会之所以愿意付上这样子的代价，教会愿意冒风险，因为不确定是真的宣教师还是假教师，然后呢又愿意付上这一些额外的提供的这些食宿各方面旅途的这样的代价，就是因为教会的存在是为了要敬拜，而敬拜呢，真实的敬拜就必须对我们敬拜的对象要有正确的认识。如果我们对我们敬拜的对象没有正确的认识，那我们在敬拜什么呢？对不对？我们刚刚唱这些诗歌，赞美啊，荣耀啊，那我们在荣耀谁？赞美谁？如果我们对三一上帝都不是很了解，那我们就没有办法打从心里唱出那样子的赞美。好，所以我们教会的目的就是要让教会在真理上站稳，去认识我们敬拜的那一位。所以接待宣教师就是接待可以让耶稣喜乐的人事物。当我们接待宣教师的时候，耶稣就喜乐，我们就是接待了耶稣的喜乐。问题在于，不是所有人都这么想，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为了耶稣的喜乐去牺牲。不是所有的人都愿意为了更认识真理并且实践真理而付上代价，特别是在我们如果只着眼在自己的损失的时候，如果我们害怕到一个程度，
把自己的门通通关起来，什么宣教士不知道啦。那个之前有哪一家的人就是被骗过，被骗得好惨哦。怎么样？所以我们通通赶快就关门。好，一朝被蛇咬，10年怕草绳，我再也不要那个接待宣教师了。或者是说我自己家里就已经不够用了，一大家子人要吃喝啊。因为那个时候，特别是初代教会，他们的经济收入其实都也不是那么的富裕的情况下，我自己都不够用了，我还要接待一个宣教师，他吃住还不晓得他要在那边待多久好，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 schedule 这样子。好，所以当我们只注目在自己可能损失的这些情况下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忽略了，就是我们自己的好恶会高过耶稣的好恶。感谢主，今天的收信人该由他并没有被那一些反对的声浪给动摇。当他接待宣教师，他所看重的是教会对真理的需要。他很确信教会必须要借由接待这件事情来实践真理，因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只是嘴巴上说却没有这样做，那根本就是无用完全没有作用。该由他知道那些宣教师正走在呼召的道路上，他看重的是耶稣的心意，他看重的是耶稣的喜乐，而耶稣的喜乐也成为他的喜乐。也因此，在这封信的一开头，圣灵刚刚讲说，所有的新约书信其实都是透过圣灵去感动那些使徒、一些作者去写出来的。那么，同样的，在约翰3书这一封信，在书信的一开头，圣灵就感动约翰就是那位长老，我做长老的约翰，写信给该由，向他传达什么？我们来看第1节、第2节，向他传达的是。他可以这么说，他说：“该由啊，你是上帝所爱的儿子，是耶稣所亲爱的兄弟。该由啊，你更是蒙教会、蒙圣灵团契所爱的肢体。”其实第1节、第2节就表达了这样子的心境。圣灵也是我们的三一上帝，透过约翰这样子向该由传达耶稣的喜乐。我们看今天的经文，他说：“我做长老的写信给亲爱的该由，就是我真心所爱的。亲爱的该由，或许我们可以说，亲爱的伯彦，亲爱的心乳，亲爱的以迦，亲爱的宗翰。好，这样，我愿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然后再来下一页。耶稣借着圣灵，透过约翰告诉该由说：“我非常欢喜，有弟兄到这里来，证实你对真理的忠诚，就是你按着真理而行的。我听见我的儿女，也就是该由，你按着真理而行，我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哇，是怎么样这么棒啊！这样子直接。上帝直接对该由这样子说，我们都非常的羡慕。好，所以在接待宣教师这件事情上面，该由他是按着真理而行的，他不是为了自己的成就感，也不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而是纯粹是为了耶稣的喜乐。就像第4节说的：“上帝听见我的儿女按真理而行，我的欢喜没有比这个更大的。”耶稣的欢喜就是我们按着真理而行，要去做，知道了也要去做。当该由专注于接待耶稣，耶稣的喜乐就充满该由。当该由认识了真理，实践真理而付上代价，上帝就这样子亲自透过约翰来为他祝福。祝福什么呢？就是第2节前一章的 PPT。第2节说：“我愿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那在我们座位前的圣经版本，和合本的版本呢，就是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好，就是哇，听起来就是很有力量啊，非常的很有力量。所以圣灵感动约翰。如此为该由来祷告，就是希望他
逐渐衰弱的身体可以怎么样？充满像他的灵魂一样，充满接待耶稣的活泼跟热情。我想我们的肉体，我们不确定该由他是不是有疾病，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肉体都是慢慢的走向，我们出生就是走向死亡啦，对不对？所以我们到了可能10几岁，我们青少年时期到了20几岁，可能我们的体力、体能各方面达到一个巅峰，然后呢，据说好像是25岁开始骨质就开始往下掉，是不是这样？好像了，不知道25岁还是30岁哈，就是体能各方面就开始从25岁左右就开始咚，在50岁之前呢，可能下降的速度还比较慢一点。好像这个在50岁之前呢，我们体能的状态可能每10年会有一些感受。好，特别他们有在打篮球的啦，哈，30几岁你们跟博彦这个30在等少年的时候，那个打篮球那个冲劲，跟40岁打篮球，跟50岁在打篮球，那个可能就要调整一下这样子。好，比如说牧师我子瑜子群他们2个是我在将近就是27、8岁的时候生的，那时候带他们觉得很有力量啊，好熬夜不睡觉，小婴儿会哭闹嘛，我就跟你耗，没关系。好，熬夜对我来讲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等到子爱的时候呢，38岁熬夜不行，熬一个晚上那个恢复力，早上真的是熬一个晚上可能要2、3天才能恢复，没有办法像20几岁的时候熬夜，隔天一样是一尾活龙这样子哈，没办法，已经没办法了，这是非常的明显。好，进到50岁以后呢，我们这边比较少50岁以后了啊，牧师50岁以后，50岁以后，比如说那种筋骨的问题啊，比如50肩嘛，我们常常听到易杰牧师之前讲说50肩哈，50岁的礼物。50岁以后可能筋骨的问题，然后什么三高啊，一些小毛病的问题就会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跑出来这样子。然后50岁以后的体能各方面的下降速度可能就会比50岁以前来得更快。总而言之呢，肉体就是慢慢抖往下走。可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呢？我们属灵的生命应该是要渐强。我们的肉体渐弱，但是我们属灵的生命要渐强。好，也就是可能在50岁，我们先举个比例，每个人不一样，牧师只是打个比方，可能在50岁的时候，我们的肉体这样子往下，然后但是我们的灵魂呢是渐强的，在50岁的时候可能呈现一个交叉。总而言之，约翰希望该由在他肉体渐渐的下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他希望他的身体怎样健壮，他希望他的身体兴盛，事事安宁，身体健康。他希望他的身体健康，就好像他的灵魂一直渐强一样，让他的身心灵都处在一个可以渐强的状态。那处在这个渐强的状态是要做什么？处在这个渐强的状态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自己耶。其实处在这个渐强的状态呢，是为了要服侍，是为了要继续做接待。约翰说：“我愿你事事安宁，身体健康，正如你的心神安宁一样，是为了要接待耶稣的喜欢。我希望你事事安宁，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是为了要继续的在圣灵里经历，在圣灵里圣徒相通的喜乐，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别人。为了耶稣的喜乐，我们要愿意打破舒适圈，甚至愿意付上昂贵的代价。为了耶稣的喜乐，我们要能轻看那些反对的声浪，专注在耶稣身上，就像该有所做的。或许有人问说：“牧师，我终其一生，我可能碰不到什么宣教师啦，教会就是牧师啊，牧师就是在教会固定啊，也不会这样子像以前那样宣教师这样一个一个，或者是我们知道认识的马约翰牧师，他就是从美国来台湾的宣教师，他真的是全台湾啪走全台湾不管是平地教会还是山地原住民教会，他真的就是啪走，他真的就是架杠的宣教师啦可能说我们都碰不到宣教师啊，我想接待，好像也没有这个机会。
但是其实只要是传扬基督福音的人，只要是传扬福音的人，只要是传递真理、传递耶稣的爱的人，其实就是宣教师啊。我们基督徒都是宣教师哎。宣教是我们从马太福音最后面啊，那个大使命啊，宣教是我们从主所领受的使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宣教师，也的确是宣教师。因为圣灵直接透过我们每天的灵修，还有当我们灵修读经不熟悉的时候，我们还有查经班，可以去理解、去认识更深、更广的认识耶稣。我们也透过团契、透过礼拜，我们可以在真理当中站立。这是圣灵，这是耶稣赐给我们圣灵最宝贵的礼物。让我们可以在真理当中站立，可以更认识真理，并且透过服事我们来实践，借着在教会的装备跟服事，然后呢，我们的服事绝对不是停止于在教会哦，服事也不是只有在教会才叫做服事。我们在教会只是一个训练的过程呢，我们把教会想象成那种真理实践训练的学校。我们如果这样想的话，好，我们在学校里，在教会里，我们透过服事，我们训练装备自己，然后呢，不是到这边就结束了，还有下一步就是我们要出去。当我们在教会里，在真理上更认识，然后也透过服事站得更稳，我们操练过，我们要把我们的技能，好，我们要把我们的技能带到我们的家庭，带到我们的职场，带到我们耶稣要我们去的地方。好，所以呢，借着这样子，耶稣就会说，我们若彼此相爱，就是彼此服事、接待、服事，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当耶稣的爱透过我们彼此接待，或者说我们接待我们的亲朋好友，那我们就是在接待耶稣的喜乐。接待绝对不是招待，今天可能小雨听的会有点很紧张啊，牧师怎么都一直在讲我啊，因为他就是花语堂的招待。接待绝对不是招待的事情，教会里的每一项服事其实都在帮助我们学习接待这件事。教会里所有的服事其实都在帮助我们学习要去如何接待这件事情。比如说在教会礼拜当中，因为我们教会主要就是来礼拜嘛，哈，在礼拜当中所有服事的同工，包括司会、包括敬拜团、包括司琴等等的招待，当然也是。这些同工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是为了他们用他们的音乐，用他们的预备来接待我们会众，来专心的可以与上帝来交通，重新的，然后呢，让这些来参与礼拜的会众可以重新的让自己的生命重新聚焦在真理，透过圣灵的感动、安慰、扶持，然后我们愿意调整自己，再一次，当我们离开礼拜堂的时候，就是再一次的差遣。我们每一次做礼拜出去之后，就是重新的被差遣进入你的职场，进入你的家庭，进入你的环境，所有的环境里面，你要把接待这件事情，接待这个事情拿出去，接待你周边的人。好，然后呢，再来就是礼拜后的爱餐，主日爱餐也在接待嘛。好，因为很明显，当我们在礼拜当中吃饱喝足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灵魂饱足了以后，我们的肉体刚才有谈到，我们身体也要健壮啊。好，然后爱餐呢，主日爱餐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可以健壮，我们的灵魂兴盛，身体也健壮，我们事事安宁，我们身体也健壮，可以呢一起饱足，然后呢才有力做工，才有力去接待我们该接待的人。好，那在团契聚会的时候也是一样，在每一次的团契里面，我们的生命，我们在参与团契，不管你是不是主理，不管你是不是被安排到主理，你都应该要预备。你要预备什么呢？你要预备随时做见证。你要见证在过去这段日子里面，你看见、你发现上帝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做工。
你要在你的生活当中去看见上帝是如何在你的生命当中去做工，在哪里去发现上帝？上帝如何在那当中看见，让你看见上帝的恩典，看见上帝要你去做的调整，看见上帝对你的爱，要去发现。好，然后呢，当我们把这些东西预备好，带到团契里面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有高低起伏，不会每一个人都是一直在巅峰谷底那个顶端的状态。那我们如果是在一个比较好的事事安宁、心神安宁的状态，然后我们预备了我们的见证，我们在团契里就可以分享。我们的分享就好像，那个加油的时候，那个油管，然后有那个油枪，油枪一定要插到那个汽车的那个加油孔嘛，对不对？当我们是在一个相对心神安宁的一个状态，我们预备了见证的时候，生命的见证的时候，然后呢，当我们分享的时候，就好像我们把那个油枪插在那个相对低谷的汽油的身上，然后呢，上帝的爱就会透过我们这个油管、油枪怎么样注入到他的心里。我们就是透过团契互相服侍、互相接待，透过生命的见证。这一个礼拜以来，牧师真的希望我们真的大家都很年轻，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操练，就是我们要在每一天睡前祷告之前的时候，我们要思考今天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做了什么，我在哪里遇见上帝。每天当我们习惯这样的思考，我们到了团契时间就不会不会啊，我也不晓得这个礼拜好像就这样子浑浑噩噩就这样过去了，忙得要死，我也没有想那么多，然后上帝的轨迹完全船过水无痕，这样非常的可惜，这样是非常的可惜的。我们一定要练习，我们要练习在我们每天当中去思考、去观看上帝的作为是什么，然后我们每一个人就可以在团契生活当中彼此加满彼此的油箱，继续上路。好，所有的社区宣教事工当然也是一样。当我们坐在邻舍的身上，就是坐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的喜乐在他们身上，他们自然而然也会回去分享耶稣的喜乐。所以我们会发现，教会大大小小的服事，都不是为了自己，我们是要为了别人来预备，都是为了耶稣的喜乐，为了耶稣的喜欢来预备的。当我们在为彼此洗脚的时候，耶稣也会亲自来接待我们。当耶稣为门徒洗脚，耶稣说：“我怎么做，你们照着做。”然后当门徒彼此洗脚的时候，耶稣怎么样接待呢？在最后的晚餐，耶稣他用自己的牺牲来服侍，并且我们在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从耶稣的复活得到重新的能力，重新出发的能力。耶稣的牺牲是为了天父的喜乐，而天父的喜乐，天父喜乐，耶稣就喜乐。耶稣喜乐，我们就喜乐啊，我们就会很开心。其实建成在牧师的观察，建成真的是一个非常愿意牺牲奉献的教会。当然我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即使如此，我们仍然能看见许多人正在享受耶稣的喜乐。牧师看到有些人即使生活事业非常的忙碌，仍然愿意牺牲赚钱跟休息的机会来服侍、来接待。有些人即使身体有一些病痛，也会忍着那些病痛来做服侍、来做接待。那有些人甚至在自己有缺乏的情况下，也仍然愿意为了圣工的需要来奉献。这些人为什么他们愿意这么做？因为他们都确实亲身经历过这样子接待的时候那样子的开心喜乐。我想大家应该都有接待客人的经验吧？客人开心就是主人的开心啊，对不对？客人被接待的非常的喜乐的时候，主人就一起都很喜乐啊。好，所以就是当我们在接待
不断的这样接待的时候，耶稣的喜乐就充满我们。当耶稣的喜乐充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非常的那个喜乐，就像泉涌，我们的力量就像在里面泉涌出来。像刚才心如事情，我不晓得心如在，因为他要顾可晴的关系嘛，哈，就是有比较长的时间比较没有事情。当然前几个礼拜也有来赶快代班一下。其实我听心如要再回到我们当中这样事情，我牧师真的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能够服侍神，真的是对一个准备好的人是一个相当大喜乐的一件事情。能够这样子的服侍，能够这样子的接待，真的非常的喜乐。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圣灵的带领底下。有的时候当然我们会有疲惫的时候，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不是孤单的一个人，我们有团契，我们有戚友，我们在教会有弟兄姐妹。当你软弱失意觉得没有力量的时候，你要把你的油箱的门打开啊！你把你的心门打开，让耶稣的喜乐有机会进到你的油箱，充满你。也让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心神安宁的状态下，我们可以预备我们自己，成为那个管道，成为耶稣的爱的管道，让耶稣的喜乐可以充满在所有愿意接待的人的身上，也充满在所有受接待的人的身上。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这首诗歌。当我们这样子做，当我们愿意去接待耶稣的喜乐的时候，真光，耶稣的光就会照亮我们的黑暗，会把我们内心的黑暗给驱走。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之息吹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主，你是光明，照在黑暗里，全因你怜悯，显明你旨意，主赐我生命，恩典与真理，成为神儿女，活出你心意。愿主的爱降临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
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沉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哈利路亚，我们的生命是属于你的，哦，我们的主啊。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是的，主啊，全地都是你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圣洁羔羊，全地赞美归我王。主你的爱，主你的爱要充满全地。你的爱降临，牺牲自己拯救我生命，荣耀君王尊贵羔羊，不惜代价全献上，我救主降临，将生命气息沉入我心里，进入你爱里，永恒的同在里。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我们谢谢你。主，今天我们能够活出有你的生命，不是因为我们能做什么，不是因为我们来自于什么样的好环境，不是因为我们有多么的成就，主，完全是因着你的怜悯，因着你的牺牲。主，因着你的牺牲，你的怜悯，让我们才能重新的每一次的在我们软弱想要逃跑的时候，重新与你连结，好叫我们可以分享主你的喜乐，让我们可以分享主你的荣耀，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可以活出光彩。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得到这么丰丰富富的赏赐，都是因为你。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扶持、感动与帮助，让你们可以每天凡事兴盛，身体健壮，犹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从今时直到永远。阿们。我们一起拍手。你使用我，主差遣我。我们一起说：是被掳的释放，瞎眼的看见，叫那受压制的自由。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每天的不一样，每天做会行，有主同行，我不害怕。
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哈利路亚，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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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大声！准备好了吗？大声说，大步走，带着主所赐的力量，勇敢地面对每天的不一样。每样总会样，有主同行，我不害怕。我要去传扬，每天都说，我们一起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